这个热天无胃口，食袂落饭，真侪人规气会食即种讲较无遐甜的水果来准正饭。营养师讲，安尼原来会做一届食伤侪糖分，尤其是糖尿病患者，这个血压会怎飙悬？讲安尼食水果就无妥当。热天无胃口，食水果，这巴仔食起来甜度低，纤维阁侪，是真侪民众介意。一位糖尿病患者连续几工拢食巴仔，形容血糖全称悬，究竟才知影是这袂甜的巴仔所引起的。灌的水果的糖分就是15克，所以不管甜不甜，只要你吃进去，它都有糖分。营养师讲，热天无胃口，摕水果来做正饭，以为健康，等到一届食上多啊，到底这水果应该安怎食较正确？通常会建议水果一天就是摄取2份，那1份差不多就是正常的一个拳头的一个大小。其实是糖尿病的一个病人，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血糖控制得比较稳定，会建议你在餐跟餐之间的时间去做一个使用。营养师提醒，民众容易误认糖分低的水果，除了巴仔、柠檬、柑仔米以及白色火龙果，以为讲甜度低就会当加食。所谓水果拢爱适量，爱平均，这才是健康的食法。